第一位分享者咧是咱的明峰，伊即马是中国文化大学大气科学，佮有地理学系双主修的学生。伊本人是伫训练员长，伊是22岁少年人。伊今日要和咱来分享讲大气科学的，用大气来分享大气科学，安尼。好，时间交互明峰。好，明峰有听到声音？袂记咧开麦克。哦 ，OK， 我想讲哪会无声？系啊，听到无？听到。有安尼即马 OK。清楚吼。OK。大家好吼，我是伫咧读中国文化大学大气科学系甲地理系双主修的吴明峰吼。今日吼，我要讲的是热冲效应是啥物啦吼？大家拢会发现讲吼，即几个天气有影是哦，小火火热气气哦。要过吼，咱先甲大家讲吼，啥做要介绍热冲效应。哦，要过咱先咱卫生呛好明吼，专业名词无一定完全照华文的翻译吼，有的词类吼，会参考镜电视新闻台记者清楚危险小姐吼，伊所提供的翻译，伊翻了毋出来。有的词类吼，会去看英文啦、华文啦、日文啦、韩文啦、越南文啦，伊做的迄个翻译拢有下咱台湾话语感，拢会去感觉对者参考。好，咱先来介绍欧洲的代志，足严重的，你来看，七月差不多20号迄家刀你能看着讲英国啊东部有一下在林肯郡40.3度啦，40.3度是全国历史上大的记录。再来看法国法国巴黎40.5度，伊嘛是历史上第3摆温度捌超过40度的。再来看西班牙6万公顷拢咧火烧山啦。啥物叫做6万公顷？6万公顷就是2300外的迄个大安森林公园，拢烧烧去，8000人拢受灾。再来看波特加嘛是足凄惨，全国上无1600，1000控23个啊，洪大死，70当来上较严重的这个对热浪咱用过这个热浪咱台湾要安怎翻？咱台湾话像迄个这个字目前伫咧台湾就做热浪，英语就做 heat wave 就有 heat wave 就有 cold wave。cold wave 大家知影迄是啥物 ？cold wave 就是寒流啦，要毋过咱台湾较无咧听讲有 heat wave。heat wave 咱台湾话要安怎讲？像迄个蔡威廉小姐，伊就是甲反对过烧音做水气的翻译了。啥物叫做做烧音？台湾敢有捌？就是咱照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来讲，有一个所在伊就爱连续上无5天的上悬温度，伊超过气候统计逐天平均上悬温度.45度以上，安尼叫做做烧音。啥物意思照咱的气象界的这个定义啦气候统计就爱30天以上开始算。咱譬如讲台北市啦，伫这30年以来伊逐天上悬气温平均有32度。若要到这个最小应急判标准伊就爱连续上无5天拢有37度以上，安尼才有符合咱气象界定义。总是咱台湾就毋捌当地即款状况，毋捌落到安尼就对。再来，咱平常时拢会看着即个新闻台，拢会讲热冲啦，嘛就热解啦，这种共款的名词，拢是咧讲 heat dome 即个名词。啥物叫做 heat dome？dome 就是大巨蛋迄个 dome 就是咱会讲台北 dome， 台北大巨蛋有做台北 dome， 迄个 dome 的迄字dome 就是描述一个小巨蛋有一个迄个有一个抗挂，安尼甲抗。这目前伫咱台湾气象界无一个统一的翻译啦，就亲像媒体有翻热冲嘛，来翻做热解。咱台湾话要安怎翻蔡威廉小姐伊是甲翻做这个做烧挂效应嘛，搁烧挂应效啦亲像安尼，伊安尼翻真正袂歹所以咱就是照这个烧挂应效来
大家介绍。哦，总是啥物叫做小外应效？我先讲吼，这个平均是出伫倒一只。咱地球吼，你接受日光底波放射的时，大家吼无少爱足走日头拢会照伊倒一只，照伊7度吼，即个纬度较低的所在，纬度较低的所在，迄个烧空气，更有烧空气。啊，若纬度较悬呢，会较冷，哦，叫做极圈，极圈，甲7度哦，有温度差。若天气较热诶，较烧热诶，会造成低气压哦，因为伊烧空气会就是浸完。啊，若冷空气吼，因为伊诶密度较大，伊才会迄落落沉了后，地面会形做高气压吼，会流为低气压哦。安尼就做单胞环流安尼哦。什么叫做单胞环流？就是敢若过滤气压推动力，就是像像安尼。纬度较悬的所在，流位纬度较低，迄个做单胞环流。加考虑到气压推动力，什么做气压推动？气压推动就是两只差偌济哦，来去参即个两只离偌远个3度，安尼叫做气压推动。哦，我较白话就是安尼。总是咱毋是安尼啊，总是咱地球佫会晓家己自转，哦，佫有转弯力，地球转弯力。哦，伊就会造成三胞环流，这是目前咱地球哦会造成的即款叫做三胞环流。三胞环流吼，就是讲一个半球哦，伊有三个环流包哦，有极包哦，啊，佫一个负离子包，啊，佫有一个核离子包哦，这总共3个包哦。一包甲包的中哦，拢有大港气流哦。今仔日咱会讲即个温带。大港气流，温带大港气流最重要哦 ，jet stream 哦，华语叫做喷射气流啦，哦，后来讲喷流啦，就是要讲这个大港气流，最大港的影。再来，咱来介绍，是安怎吼？这个大港气流哦，这参大港气流有啥物关系？是安怎吼？这个大港气流会影响到咱的温度哦，这个大港气流头拄也有讲吼。就是3个包中，即3个包甲包的中拢有即个大港气流2只吼。即2只吼，就是即个大港拢有大港气流。大港气流是这啥物叫做大港气流？大港气流吼，就是像咱足大港吼，哦，伊的风速吼，平常时就通吹到10点钟130到225公里，较紧去坐火车哦。上紧就是伊会当吹到超过400公里。哦，这有诚侪故事通好讲啦。哦，譬如讲，咱大家伫寒人的时，则常听到迄个所谓北极震动吼，即嘛是哦，若要寒人最烦恼的是最寒流吼，若要来咱台湾的时阵，定会听到即个北极震动。北极震动嘛，参即个大港气流关系。因为这是咱后尾再过来回啦吼。咱先甲即个重点徛伫即个小热效应。哦，话讲我倒来就是你甲看哦，大港气流吼，拢是为西边吹来，伊拢行弯翘无咧行单边，你看起来就袂出一个坡形。阮气象界吼，会甲即款坡形叫做罗斯比坡。罗斯比坡吼，伊会甲吼，你看北半球吼，伊南边伊空气较烧热吼，伊较空气较烧热吼，伊较烧热的空气伊会朝于坡轮的南边去。坡轮就是咱华语咧讲的坡风哦。佫会甲即个北边较寒冷的空气朝于坡起的北边去，坡起就是咱讲的坡哦，坡轮坡起，安尼翻译才有台湾话，伊就台湾话开口哦。就是比坡的坡形，伊哦要啥款，啊，佫有大港气流的风速吼，伊若要吹到偌后，你就爱看伊南北向的温度推度有偌大。啥物叫做温度推度？伊的概念吼，就参咱头拄则要讲的气压推度差不多，甲气压甲换做温度等于你理解。那讲较白话，就是为7度行极端，伊单位距离的关键温差有偌大安尼啦。你甲2只温差用2只。会当讲较慢一个。哦，歹势。嘿。哦，那讲较白话，就是为7度行为极宽，伊的单位距离的关键温差有偌大。你甲2只温差用2只有偌远，来去3度，安尼就是温度推度。照讲吼，夏天的温差本来就较细冬天，
样哥吼，咱大家拢知影讲，即久吼，北极受到即个地球温暖化的影响，冰山三线油气，地势环照愈直落，吼，就亲像安尼啦，你有看到无？冰山吼，这叫做这叫做这叫做耦合符号吼，啥物叫做耦合符号？冰山吼量愈济，伊的反照愈长愈济，哦，反照愈济，伊气压直落，气压直落，气温直落吼，伊冰山吼，哦，嘛会愈来愈济，哦，要毋过吼，状况完全倒变，即句是冰山愈来愈少，反照嘛愈来愈少，气温直也悬，啊，冰山嘛愈来愈少，迄就是叫做正回归。在北极温暖化加强的时候，哦，北极温暖化加强，哦，这是足恐怖的，哦，伊的吼，伊本来下恁我人吼，伊的个温差就较细冬天啊，头拄则有讲，哦，像纬度较低所在，伊温度嘛无参像伊放紧，哦，即款现象吼会减弱南北向的温度水度，害着大港气流变啊无动头，就是比坡吼，若愈行愈慢，甚至冻掉。哦，像这个坡形嘛，身体愈来愈弯挑。更若像这个虚点二股，亲像这个欧米伽，哦，欧米伽是几只？有看到无？这足明显的。哦，迄就是因为伊无动头才会安尼，就是这个大港气流无动头。啊，若有动头，这个大港气流袂像袂亲像欧米伽安尼，伊会若像行过树咧食番薯咧，安尼会做，就是伊若动头的，伊即句无动头就行弯弯翘翘。假使吼，若亲像叫看这 H 地，这 H 地吼，就塔罗高气压就这样，喏，伊规个甲包起来，完全的塔罗高气压吼，伊就会带这只车也上无落工哦，空气转变干燥，像是外要热死。包括吼一寡所在吼，连面就火烧山啦，哦，这个高气压吼，就会出是一个无形的大惊怪，啊，内面的空气地啦吼，空气地当咧发生影响热点的时阵。伊个外部的气压会直直压悬，过程吼，得遵照这个热力学第一定律。哦，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啥物意思？哦，我较白话啦，哦，就是内零，哦，边所做工佮加上热量，安尼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空气地这个体积吼，等于等热压缩的时，伊内零的变化，边外部空气地所做工佮加上伊过程中所增加的热量，哦，安尼吼伊的内零若咧增加，温度嘛得咧压悬，安尼就是咱气象界所讲的，即个是叫做烧挂应效，哦，嘛因为有即个高气压伫咧，但讲拢好天吼，天顶吼拢较够出悬哦，悬云吼，就是亲像倒边即个叫做悬云吼，伊会即款云较薄。哦，会薄啊透光入来咱地面，阮假如伤低吼，会造成日光底波放射查袂掉。抑佫较害就是讲，伊地面本来就烧烘风啊，哦，咁佮悬云伊本身伊温度足重的、足冷的，哦，让波放射哦会互伊吸收去，伊看怎透透袂过这个对流管的面顶，哦，啊，这个地面温度会转开始热悬，这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温室变效。你要看这温室应效啊，变就是因为关系，会变啊愈来愈严重。哦，啊，若低温就是在倒变，低温伊较高，而且伊温度本来较，因为伊较离这我这地面较晚吼，离这地面较晚，伊的温度较悬，温度若较悬吼，伊就是伊会当破风车用咧探位外太空，哦，好。什么做悬云？悬云就是亲像咧倒边个三咧，叫做叫做关节云哦，悬云啊，佫有关转云哦，这三个。这关节云哦，嘛人讲是宜兰册哦，你若看这袂输宜兰安尼哦。这款云哦，你若看到，迄就是代表讲吼，反正过无两工伊就开始变啊无好天啊哦，土用要来啊安尼。啊，若看到这下啊，佫有这个管云有无？这就是代表讲吼，这个天气吼，真正足赞足好，啊，总是安尼吼会加强咱的温室效应，哦，安尼讲无介好安尼，哦，这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做陶志雄哦，伊最近吼
又整理一寡份的名称，大家去问候。照欧洲环境署上新的资料、统计资料来看，2021年到2021年这10年来，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进前悬1.1到1.14度。啊，若是欧洲平均温度佫较寒哦，比工业革命之前悬约是1.94到1.99度。迄拢是有史以来上大的记录个。目前嘛有袂少研究咧讲气候变动，城市会较搞做伙效应。而且未来做啊愈来愈真侪，做啊愈来愈久，做啊愈来愈热。我毋则讲咱若要互港府一个康和古等保持未来，就是咧讲永续发展。对咱即温开始就某想过提出，能源就爱较添咧，尽量普及再生能源，还有就是经济，咱就要减排一寡温室气体，安尼对咱的环境才袂造成正大的负担。未来咱若要发生即种的即气候异变事件的机会，嘛会比较少。上尾就是大家拢足熟悉4年时间。后美洲人做实验。日头当炎，咧地面小大空调哪可行？出门吓烧，介不行。火烧山哪烧袂停，拍火英雄真无用。空气大热哪绝境，温度毋通直升，气候异变乱糟糟。冰山就要融了，大港气流无挡头，落雨泡变翘翘，天顶缘分真正少。反照率低嘛无够，第一波放声炸袂掉，温室影效透地表。地球破边安怎医？要靠大家来做起，再生能源斗支持，绿色经济当定时。希望大家爱注意，出门进前看天气，一定得爱炸滚水，若无恐惊大事。这以上报告就到这就结束大家有啥物关系到咱气象的问题还是毋是干那会问讲对小应你嘛会问讲像是安怎最近风台我拢无要扫来咱台物白问拢已经甲我问欢迎大家来甲我问讲安尼我是替你回复好，多谢大家。多谢明峰的分享这间有4句人先来。尾后的4句咧有够赞的。是，好，再来刷来5分钟的时间，会当互大家来甲问问题，然后问题想要问的，会当请你举手，敢有人想要问民风问题，关于着咱的大气科学，还是想要问最近天气安怎，嘛会使问看卖。然后问题的人会当请你举手，举手的符号是你的。音幕画面的正中下骹有一个举手，一个手的图，你通甲记落。还是大家若有啥物想法，听到敢袂歹，你通去北方的所在，会当留下互民风看嘛是可以。阿英请讲。来。民风。我想要请问讲，敢会使用就是简单的几啊句话来佫甲即个热冲效应佫讲一摆？简单讲这就是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讲就是你看这个图，我看到无？我看到无？有简单讲就是空气体积等于压缩，就是你头拄则咧讲的绝对压缩，对毋对？伊的内面变化，内面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参这个外部是无交叉的，伊是等于 OK。伊这个内面变化等于就是伊这个空气要起的时，伊所做间更加长的中这等于压缩伊迄个时阵，伊的内面会大大增加。即内面若增加因为伊讲伫个系统内面，伊无参与外部交叉，伊温度直直下悬，安尼就是正常的。伊外部气压直直下悬，就是头拄则咧讲的，因为有即个太阳高气压的关系。伊即个
烧空气一直哦，要呛悬，啊，有个就是当着热电气流的影响，伊无法度迄个，伊无法度就是因为窗位摆下去无法度，哦，伊就是即个做啊愈来愈烧，好，哦，所以意思就是，迄个烧空气一直互即个高气压陷咧，啊，烧空气走袂去，啊，佫继续变佫较烧。对，是安尼讲。对，而且吼，你若好天，佫有种悬云吼，迄足恐怖的，哦，会透光。即平常时吼，咱大家就掠讲讲温室效应，敢若温室气体才安尼，毋是哦，悬云嘛会，而且足严重的。对，即大家拢无注意，悬云吼，你若好天，拢会安尼时啊薄薄的。用过伊即悬云，伊就是悬度较悬嘛，悬度若较悬，伊本身的温度就较低，本身伊的温度也较低，长波放射会吸收，地面的长波放射，本要通去外太空无法度拍，拢互即个云吸收，地面温度吼，会因为即种云哦，伊就一直留咧迄个咱的地球无法度通去外太空，安尼就愈来愈热。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好，再来。好，再来换指挥，请讲。来，开始民风就问者，你头仔讲的迄落，电热北扫，安尼感觉你讲就是迄落，迄落，因为我头摆听的时候，咱听无收，你头仔讲就是迄讲咧日经效应效的时阵，就是迄落。就是头拄仔迄张图就是有一个红色迄个半球迄个，对哦，因为迄个小挂好、小挂型号的迄落原因，我也是听无收。你意思是讲，就是高气压把迄落一个所在迄落空气啊吸掉，那一个挂砍掉安尼。内底就一直烧，烧到尾啊，就是内底愈来愈悬，温度愈来愈悬安尼是。差不多。哦。因为伊就是因为伊参外部无够搭。毋过，迄高气压的迄空气嘛是甲迄系统内底有季节，敢毋是？是伫表面有季节啊，敢毋是？迄是讲话。你是讲参高气压外口的迄个系统外口有咧空气高压是？因为我想讲，因为迄系统是人分出来，毋过迄个空气拢是共做一单我意思。哦，这是原理嘛？对啊，我是咧讲一个原理，伊实际上是按怎我无一个实例用诶，甲你做参考。这上主要就是咧甲你讲，是安怎吼？愈来愈热，就是因为伊就是遵守这个热核第一条。对。高气压吼，伊转起来就是伊会大，因为伊是高气压嘛，拢无水。再来第二哦，伊就是因为吼，就是算讲吼，因为这日头一直拍即日哦，即日来愈来愈少，照讲伊的空气来一直呛过安尼才对。啊，毋过事实上吼，高气压伊本身就有即个热电的气流，伊无法度通好就是走袂去。伊即个小空气无法度走。对。所以咱出伫迄落做啥压力顶安尼，就是一直踮伫内底安尼哟。对。哦，安尼好了解。好，安尼拍摄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若有其他的想法，还是有啥物问题，会当先留伫咱的北方吼，我甲迄个北方用出来，吼，大家看。好，明芳你可能爱先甲迄个荧幕先关起来哦。大家若有其他问题、想法哦，你当先留伫即个北方哦，民芳即个所在吼，你当打便条纸伫遮吼，等下民芳会看到，还是讲留伫最后时间，有时间大家当个做伙交流分享安尼哦。好，安尼就先感谢民芳今日所分享的主题。